你覺得一首好詩有咩條件啊？有冇人舉手自己講下？你心目中一首好詩應該係咩樣子嘅咧？好多時候咧，我有時候見到啲文學獎啲首獎咧，我睇完之後咧，一個嘴秒佢嘅，哇咁都得，搞錯！即係同我嘅詩觀唔同啊！你覺得？可以感動人。可以感動人，有冇啲再細分啲啊？例如佢語言風格啊嗰啲，你覺得係點樣樣嘅？Alesta，我想係幾，就算未必睇咗詩人都覺得好有趣嘅，咁但係又有佢嘅深度或者技術喺入邊。既有趣又有深度，係咪啊？戴眼鏡呢個小妹妹咧，你覺得咧？你好似好多嘢講喎，你個腦入邊，你不如講出嚟啊！你覺得有首好嘅詩啊，應該係點樣樣㗎？有一個令我好深刻嘅畫面咯。哦，畫面化嘅，即係好具象嘅，係咪啊？你能夠聯想到個 picture 嘅，咁咧其實咧，小弟咧寫咗詩20年啦，都唔長唔短啦咁樣。我開始嗰陣時候咧，個詩觀都係咁樣嘅，因為咧我有一大幫嘅台灣朋友同埋大陸朋友啊，咁咧台灣係咁樣嘅，佢哋好。即係嗰啲朋友都係咁樣嘅，好中意寫小清新啊，小確幸，好清新嘅。咁我記得咧，我有本詩集呢度冇嘅黑色封面叫如是跋扈咧，係專登咧為台灣啲作者寫嘅。咁咧個編輯咧，我覺得好搞笑嘅。佢之前唔識我㗎，我去內湖嗰陣時候咧，台灣區內湖嗰陣時候咧，哇嚇你嚟㗎！我心目中嘅你應該係一個好端秀，好咩？用咩？總之係好斯文啊！佢心目中同我嘅形象唔同嘅，因為咧我好麻甩佬㗎嘛，即係地盤佬咁樣咧。咁咧嗱，咁唔講呢樣嘢咧，其實係分一個階段嘅。我開始寫詩嗰陣時候咧，都係寫啲咧意象好綿密啊，要好多超常搭配啊，好創意啊，個語言風格好，要令你好深刻嘅。我心目中嘅好詩就係咁樣啦，所以我睇翻嗰陣時候咧，我啱啱出嚟嗰陣時候咧，睇翻秋瑩嗰啲詩咧，哇咁都得，或者係香港嗰啲文學獎啊，青年文學獎又好，中文文學獎又好，咁都得啊，咁都攞獎啊，呢啲詩唔合格嘅喎咁樣。但係隨住呢個時日，即係寫詩嘅時日漸多啦，或者自己嘅年紀咧歷練多咗，我覺得又唔係咁樣嘅。詩係可以好多可能嘅，例如咧後面嗰兩位咧，佢嘅風格都同我唔同嘅。不如我會用倒敘法啦，咁樣小弟嘅拙作啦，咁樣呢首叫做《一個人的編年史》，咁啊有幸係今年中文文學獎有一個小獎啦。咁因為佢太長，所以咧我節錄咗第一節叫編年。有冇各位係可以幫我讀佢出嚟先？有冇人啊可以幫我讀下佢出嚟？讀下，大家互動下啊嘛！啊，你讀啊！一個人的編年史節錄編年。2007年，我辭去工作，搬到元朗居住。翌年，香港爆發金融海嘯，商鋪生意慘淡，街道上一片蕭條。星期五的正午，我第一次在銀行門外看到他，一個頭髮蓬鬆、腰板微曲的中年人，手拿着一罐長身啤酒，漫無目的地在大街上遊蕩。2009年，叔叔的精神分裂症再次復發，我四處打聽，知道他又被強制入院了。我花了大半天才說服醫生讓他出院，讓我帶叔叔到排檔吃飯時，已是凌晨時分。在那時候，我又看到那個手拿啤酒罐嘅人，遠遠地站着，觀望我們的一舉一動。2012年，我的前女友患子宮頸癌死了，朋友輾轉相告。半年後，我才知道這個消息。我整日躲在家中，連風聲也覺得是詛咒。從細小的窗口，我看到一個男人的背影，掛在馬會大樓內，月光下手拿一罐啤酒，獨舞於長街之中。
彷彿某種背影裏的神子，把我嚇得一動也不敢動。2014年，父親打本給叔叔，讓他開了一間漁具專品店，魚竿、魚絲、魚鈎、魚缸，以至作為利的沙蟲，我乍晚都可以找得到。店外常常坐着幾個定時來串門的客人，他們手拿一罐長身啤酒，天南地北，什麼都談，就是沒說到魚和大海的事情。這些年來，很多人離開了，也有不少人進來，人數多得記不起來。只有那個人滿面通紅，手拿着一罐長身啤酒，和我的某種步履形影不離。嗱，不如唔好由我講啦。唔好意思啊，我想出有啲凳唔坐，可以褪翻下先。你嘅意思係喺呢度啊？我冇，或者你哋俾我分心，然之後你哋褪翻前少少啊，因為如果唔係，費事後邊就變咗好逼咁樣。不如唔好單止我講，你哋講下，根據你嘅詩觀，你覺得呢首詩係點樣？你可以話佢唔係詩都得㗎。你即係歡迎大家俾意見，我係唔介意嘅。有冇人想講下呢首詩？你覺得係點樣咧？嗱，你哋唔出聲咧，咁啊，我由我個講啦。咁咧，佢其實咧，甚至評判都可能會覺得嘅。我相信佢哋都有爭議嘅地方咧。呢首詩係好散文化，似乎咧同我哋咧喺台灣啊嗰啲，或者你心目中咧。有啲人咧咪認為詩嘅語言應該係好凝練嘅，佢用好少嘅字表達好多嘅東西。啱啱出道嗰陣時，我就係咁樣諗啦。點解又長又襯啲散文咁樣，敘事咁樣，冇詩意嘅咁樣？開頭我睇開頭嗰個幾段咧，我已經唔會想諗住去睇噶啦。但係咧，偏偏好奇怪呢個命途咧，會選擇我咧。今時今日我會寫呢類型嘅詩。咁呢個就係即係好即係詩觀嘅一啲嘅改變啦。咁嗱呢首詩咧，或者我俾少少 hint 大家啦，就係一個咧攞住罐長身啤酒嘅男人，咁佢哋要飲酒啊。其實嗰個係一個意象嚟嘅，係一個應該係香港人一個共同嘅意象咧。當年咧08年金融海嘯嗰陣時候咧。我諗所有人都係好多人都係活喺悲劇，大家都好唔開心嘅，揸住罐啤酒喺度飲咧，醉眼咁樣想逃避呢個現實。咁你見到呢首詩咧係好多個唔同嘅 case 嘅，呢啲唔同嘅 case 咧就由呢個咧醉酒漢咧係串聯起上嚟。我寫嗰陣時係個目的係咁樣啦，當然你哋解讀嗰陣時可以係另外一樣嘢啦。咁嗱。呢首詩咧就係我今時今日咧寫詩一啲嘅風格啦。咁咧嗰度咧，我有本藍色嘅詩集，桃木啊，藍色嘅。本書係啊，你可以攞嚟俾我啦。呢本咧，佢大部分嘅風格都係類似呢啲嘅，當然唔係首都係咁樣。有啲我都係好台灣風格，好多意象啊。適合啲文青去睇下。文青嘅 keyword 係咩咧？我其實數過㗎，貓啦、咖啡啦、蘇渣啦、白襯衫啦、周日床上啦，係咪啊？無無聊聊咁樣發呆啊，咁樣嗰啲咧，又或者你如果個女文青，如果你可以大膽到涉獵到情慾啊，個樣又幾好睇啊，即係個女詩人幾好睇啊，個包裝個 package 幾好啦。嗱呢啲係個差唔多係 formula 嚟嘅，喺台灣會大賣嘅，但係我覺得。即係我要寫翻我自己啲事，即係我呢個年紀啦，我50幾歲啦咁樣，我要寫翻啲真實嘅嘢，用即係第一手嘅資料，即係自己係親身經歷過嘅，跟住係真實嘅嗰樣嘢，可能未必我打動到每一個人，但係咧，我要寫我關於我自己嘢、自己嘅聲音，於是候咧我就擺脫咗呢樣嘢啦。咁啊，我之所以有咩咁嘅改變咧，下面兩位都有啲人跟住佢哋都會講嘅。有個台灣詩人叫孫維民啊，咁佢影響我好多嘅，因為咧佢同台灣嘅年青人咧，因為佢都唔係年青，佢係前輩啦。
台灣主流嘅風格咧，抒情嘅風格非常之唔同。台灣主流嘅風格咧，就學楊牧啊嗰啲咧，好多意象啊，又或者係文青嘅小清新、小確幸啊，有啲即係佢哋講嘅絕望啊，可能一隻貓死咗啊嗰啲。其實隻貓死咗算咩絕望啊？你睇下大陸嗰啲詩，一個人咧，就算你唔睇，你個個都知嘅余秀華嗰啲咧，佢生出嚟咧係一個老癲癇嘅，佢生活好困厄嘅。其實咧未成名之前咧，嗰啲先至叫做僅叫絕望。但係台灣嗰啲咧，我就覺得我如果我繼續咁樣寫咧，我唔得啊！我唔可以咁樣啊！嗱，好啦。如果我俾一首咧，你哋睇咧，我想揾一個女仔嚟讀下咧，一首詩咧，你哋一定中意個女仔嚇，我擔保你。如果你唔中意咧，我切咗個頭出嚟。係最後面嗰度叫一座空房，有冇一個女仔幫我讀出嚟咧？有冇啊？因為我讀咧好似唔係，你揾一個，我揾啦，好唔好啊？你唔好介意喎。頭先你大家唔好介意我見到嗰個女小朋友咧，你讀一次嚟俾我聽得唔得？開是你的曲線，那裡也有一種坐姿，時憂傷地伏下，時聽風，波斯貓一樣，對雨絲凌遲玻璃嘅啞劇。假裝反應過慢，有些聲音你總該聽得到。有時你的背部會貼上好看的蝴蝶，音樂變得輕盈，猜想你和誰談着糖果一樣的戀愛，你的房間驟然明亮。關於愛，正是我長期翹課的一個科目。陽光雕刻你的影，我傾慕你的背面居正前方，好像一座偏鋒的人，需要時間慢慢治療，並時時加緊禱告，陸續重犯。如果不是有雨湧出嚟的斜紋，如果不是長鏡頭不受控嘅焦距微調，光譜一直凋零，或許我就不知道你是這樣的一座空房。嗱，我想講咧兩種風格咧冇高低嘅，冇話邊種優邊種劣嘅，只不過咧係嗰陣時我係咁樣寫嘅。你會發覺呢首詩係軟綿綿嘅，好深情好溫柔嘅一首詩，即係好在乎個意象啦。例如咧，其實我諗咗好耐。雨絲凌遲玻璃呢個意象咧，各位知唔知咩叫凌遲啊？即係以前一種酷刑咧，係一片片喺你塊肉入邊剁佢出嚟。咁個雨絲咧飄落個玻璃度咧，個動作就好似凌遲啊嚇。跟住咧個女仔明明咧有反應嘅喎，佢有假裝自己反應啊，好慢啊！我唔知道，我睇唔到咁嗱。其實呢度咧已經係用咗我好多時間。呢首詩我寫咗好耐。咁寫呢種詩咧，第一就你要有靈感啦。個靈感通常咧係乍現嘅，即係好似你修禪啊、禪宗嗰啲，突然間，又或者你一個基督徒啊，跟住咧神嘅感召啊，突然間你有啲感召，你想去傳道啊嗰啲。即係類似一啲形而上嘅感覺先寫到嘅。呢首詩係我其實嗰個時間咧係幾中意嘅。嗰陣時啊，大概係10年前啦，10年前我都係咁樣寫嘅嚇。咁咧，如果俾多首你咧，個意象又係好綿密嘅，綿密到咧個唞氣位冇乜嘅。但係咧，我自己又幾中意嘅喎。就之後揾個男仔嚟讀下咧。我成日去走去 Facebook 咧，有個成日講我讚嘅，大家聽呢個哥哥咧。你好神啊！唔使怕醜啊！你好神出嚟。之後啊，之
之後，或許我們把受潮的書頁放在城門上方的風口，等待墨跡由黑變藍，凹陷下去的文字才能被月光填滿。學習貓一樣含睡到天明，無視皮毛被歲月污點成鏽跡斑斑的一層粉。我們穿過無數的街頭和巷路，偶然膽大包天地對木棍，燃起本質柔軟的尾巴。貓步一樣移入月的自轉裏，垂釣十字路口上方的畫面直額，而方向也不過是一種指示性的舞。係唔係好綿密啊啲意象？同埋咧你會讀落去有啲超，即係點講啊？有啲超常搭配啦，有啲咧喺我心目中咧，我覺得詩要嗰陣時係咁樣諗，詩一定要有創意嘅，一定要有語言風格。語言係好緊要一樣嘢，語言係包括建構首詩嘅嗰啲硬件嚟㗎嘛。如果你個 building 係唔靚或者唔穩陣，即係你語言唔得啦。咁但係有個問題咧，就係咧個詩嘅靈魂喺邊度咧？咁樣我唔係話呢首詩冇靈魂，呢首詩係我當時係有目的而寫嘅，而係咧我寫咗好大量類似咁嘅詩。呢時候咧嗰陣時嘅反思咧就係咧，我仲要繼續落去，等我年紀漸長咧，其實我好多嘢想寫嘅，例如由 A 走去 B 咧，我明明係好容易去到嘅啫，由 A 抵達 B， 但係因為咧我要兼顧啲意象嗰陣時候咧，我又係好似便秘咁樣啊，排唔出去咁樣。我點解要咁樣寫咧？呢時候咧，其實好早期咧，我已經有咁嘅諗法咧。我用自己自身嘅經歷，我好舒服咁樣，唔要任何壓力啊！我寫一首我自己關於我自己嘅詩，我就有咁嘅願望。其實咧，就喺我第一本詩集入邊咧，煎削與圓韻之間咧，我嘗試過嘅，但係咧，因為咧，我其實嗰陣時好鄙視呢種風格，或者唔肯定佢有冇價值嘅。於是嘗試過嘅，咁樣佢咧就係叫病院散記。咁你揭去啦。咁其實佢有好多字嘅，因為要慳時間。而家我見到咧，都個時間咧開始都冇乜啦。咁呢時候咧就仲有大把啊！咁啊，咁我仲有幾分鐘啊！咁我讀兩節啦，有冇人讀兩節？讀1同埋2啦，後面嗰度睇下個時間問題，有冇人讀啊？你唔該晒，你都得。做啦。病院散記1，閱讀一本書，倒不如和一個人有肌膚之親。我現在已記不起那本令我心跳悸動的小説裏，故事主人翁的譯名。只是夜來天氣冰涼，無處可去，也無人可巴結。想想和一個素未謀面、知識和氣質不凡的女子，談談城裏城外的大事小事。反正我還有半包香煙和一把來自布拉格貨真價實的俄國軍刀。2. 對於這個進入精神病院無數次的小男生，我實在無話可說。他才19歲，無謀生能力，也無處可去。有一日，我無聊地望着天井上空，灰塵在陽光下上下飛躍。他好奇地問我：老師，你上家了嗎？我笑說：我在想着一首詩。讀埋應該仲有啲時間。我個標咧仲有10分鐘嘅。3. 和一個信佛的病人談起空性，他說勤修密法可以即身成佛。我問他如何修密，他說不知道。由那天開始，我覺得這個人特別崇高，和他閒聊委實是一件賞心樂事，漸漸忘記如監獄的醫院生活。今天我什麼也不在乎，一覺便睡到大天光。我還記得他向我展示他3成燒傷的身體，他說活着有多好。讀埋4。 4. 當世界瘋掉，瘋子就變得理所當然。他說他20年都不幹活，靠綜援和賭馬為生。一天，他把20萬押注在一場賽馬上，輸了，
還用可樂罐自製炸彈，說要炸掉馬會。我問老張：你出去之後怎麼？他笑眯眯地說：繼續賭馬，我那20萬很快便會贏回來。我忍不住抱着這個人，一條無堅不摧的蟲子，一個極度樂觀的反建制者。都埋。好5，無論你是什麼人、什麼身份，穿上病衣就是100%的病。不如停一停啊！呢首比較沉啲啊。咁啊，好似我頭先閱讀第一首嗰啲，即係嗰啲嘅風格啦。咁嗱，我總結咧，有其實2個階段啦。第一個階段，3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咧，我啱啱寫詩嗰陣時係好中意夏雨嘅。哇！見到夏雨啲詩咧，我發晒癲嘅。我將夏雨嗰嗰首詩嗰本詩集咧，福爾術啊，攞起擺個背囊入邊，我得閒就走嚟睇㗎啦。跟住咧，夏雨仲有啲咧風格係令我好迷戀嘅咧，就係個陰性寫作。佢啲詩即係唔單止係俏皮啊，又或者有時係有啲即係點講啊？有即係破格啦。佢仲有啲女仔嗰啲陰柔嘅風格咧，男仔寫唔到嘅，係一睇就知道一個女仔寫，令我好着迷嘅風格啦。咁呢個第一階段啦，因為我點解有咁樣嘅風格咧？因為咧，我同咩人一齊咯？因為我識得好多台灣嘅詩友，到到而家累積埋都係，甚至乎香港嘅台灣嘅朋友啊詩友多過香港嘅。我每年去一次台灣，甚至去幾次有時。咁同佢哋好熟啦，所以我會咁嘅風格啦。第二咧就係黑色嗰本咧唔喺呢度啦，喺台灣出嘅，就更加比較成熟啲嘅啦。喺嗰個基礎上比較成熟啲嘅啦。跟住咧第3個風格咧就係啲敘事啦，比較生活啊，比較本土啲。點解我有咁嘅轉變咧？其實咧阿中山咧都係一個火花嚟嘅，因為咧我識咗佢之後咧，佢就介紹咗好多個有名嘅詩人俾我，例如孫維民啊、李立陽啊，又或者佢嗰陣時候咧，我就開始睇啲也斯啊、飲江啊嗰啲咧，嗰啲詩寫香港嘅情懷。咁我同埋另外有一樣嘢咧，迫使我改變嘅咧就係、我10幾歲嚟香港嘅，以前係一個大陸人嚟嘅。你見到我個樣咧都好似大陸佬咁樣，即係。但係我係個香港人嚟㗎嘛，我喺香港住咗40幾年。如果我個寫嘅題材同香港完全冇關聯嘅，跟住語言風格咧又係完全同本土嗰啲完全唔同嘅喎。唔係我講嘅，係人哋講嘅話，我係一個我來自外地的詩人，但我喺香港生活咗40幾年喎，咁樣啲時候啦，我就開始咁樣去。慢慢其實係一個轉變嚟嘅，唔係突然之間嘅。慢慢將個詩風扭轉過嚟。咁我而家仲有5分鐘啦，我的確要講講。其實後面嗰2位都會講嘅。我個非常之仰慕嘅詩人咧，就係個美國華裔嘅詩人叫李立陽。咁佢係 ABC，佢唔識睇。應該我睇過啲資料，佢唔係好識睇中文，唔係好識啊，唔係好流利。但佢個心咧藏住一個咧係華人嘅心啊，華人一個即係儒家教育之下咧成長嘅人，咁佢個家庭好顯赫嘅，佢好似個阿嫲係咪定阿婆咧係袁世凱嘅外孫女嚟嘅，跟住佢老豆咧做過毛澤東嗰啲咩秘書啊，跟住咧佢後尾去咗印尼啦，印尼排華咧，即係好似個戰爭狀況咁樣，佢家人要顛沛流離，於是佢詩咧好多時候咧都係寫佢一家人咧。細個嗰陣時顛沛流離嘅狀況啊，跟住咧又或者佢寫佢對佢父親，佢寫得最好咧，我覺得係寫佢對佢父親。另外一個咧就孫維民嘅風格咧好冷峻嘅，我中意啲冷抒情。佢係寫佢嘅鄰居啊，寫佢周圍人啊，寫啲好病態，寫人性嘅惡，係我好中意嘅。咁呢2個對我對我而家嘅風格形成咧係好大影響嘅。咁我都講到差唔多啦，仲有3-4分鐘剩咧，其實冇乜時間嘅，可以俾你哋問一個問題。如果冇問題咧，就俾兩位前輩。我接啦。
因為佢講李立陽啊嘛。哦，好。 OK。咁啊，佢講開李立陽，因為我講李立陽嘅，咁咧我係或者未講李立陽之前咧，或者我講翻阿胡慧文先，阿米米先。咁啊，佢又講翻之前嗰個，即係我哋大家嘅相遇啦。咁啊係幾年前，我唔記得咗啦，起碼都10幾年前㗎啦。好多年前啊，因為咧咁啊有一個叫做香港文學大笪地嘅，咁入邊咧就好活躍嘅，即係唔似而家似乎大家都好疏離下啦。Facebook 貼詩一下呢個讚啊諸如此類，好少論壇嘅其實係，即係大家個回應咧就係私下會多啲，但係公開咧喺論壇或者喺網誌上面啲回應都會少啲，所以我都幾懷念翻以前嘅。咁同米米相遇嘅時候咧，咁樣我都唔知佢邊個啦，係冇見面嘅。咁啊，大家啲詩觀咧就好唔同嘅。咁我睇下米米啲詩咧，即係確實係幾似啲台灣啲詩風。其實我篇文章我都有寫下米米嘅，咁就係喺《麥道如灣》入邊咧，我講翻佢嘅，即係佢早期嘅詩風，正正係所謂我所稱為台灣嘅文青風嗰種嘅，亦都係米米頭先係讀過其中2首之後嗰啲咁嘅。我睇嘅時候，我覺得係佢啲意象啊，佢啲斷句啊，佢啲咁嘅文字經營咧係好嘅。即係話，如果問我寫唔寫得出咧？其實我未必寫得出，我未必寫得出呢種嘅風格嘅，因為呢種風格同我係截然不同。咁啊，同米米好多嘅觀念上有衝突啦，幾乎咧好多即係不自然嘅，即係話你又唔係太過喜歡我啲作品啦，我又唔係太過喜歡你啲作品啦。我補充一句啊，嗰陣時候咧，我係玩佢嘅，我承諾3個 account， 3個唔同嘅馬甲，其中一個咧係同佢嗌交嘅。係啦，我以為佢係女仔嚟，少女嚟，跟住咧扮少女啊呢個。另外2個馬甲咧同佢嗌交，中間有一個咧比較理性啲嘅，係勸交嘅，最後勸和嘅。跟住咧玩到佢氹氹轉嘅，只有邊個會知咧？就係嗰個阿心雪咧，佢係個大笪地嗰個administrator， 佢就會對嗰個 IP 嘅。咁3條友都係同一個人嚟嘅，咁咯。係啦，咁就佢亦都係將佢好中意夏雨啊嘛。我最記得佢將我一首詩《指導尋常》入邊講母親嘅嗰首叫乜嘢？講白蟻講母親，我唔記得個詩。講喪禮嘅死亡嘅講。係講死亡，講即係我母親死亡，跟住同翻啲白蟻嘅關係。即係我有好多房屋嘅一個意象啦，咁咪有白蟻蛀食咗啦嚇。我媽係患咗結腸癌咧，亦都係內在嘅蛀食咁樣，將2者並排嘅。咁啊，米米就好欣賞呢首詩，其實就唔係有同夏雨比較。夏雨寫，我都好中意夏雨嗰首詩。其實夏雨咁多首詩咧，我最中意佢首寫父親嘅。叫咩名啊？野餐。我最中意，我最觸動我嘅，亦都同嗰個詩觀有好大關係。夏雨大部分詩其實我唔觸動我嘅，大家時耳熟能詳啊，咩風乾啊、鹹魚嗰啲咁嘅嘢咧。對我嚟講咧，我只不過攞嚟教班嘅時候咧攞嚟用嘅啫。呢啲咁嘅寫法好破格啊，女性主義啊，嗶哩吧啦啲咁嘅嘢。但係對我嚟講咧，我分2種詩嘅，一種詩咧就係我欣賞嘅詩，一種詩咧我打動到我嘅詩。2者咧我係分得好清楚。所以夏雨大部分詩咧我係欣賞，但係佢唔打動我。唯一一首就係野餐嘅。所以上次咧就係嗰次咧，我同米米講咧係你同我即係將野餐同我首詩比較咧，佢話夏雨嗰首詩咧就遠勝於我啊嘛。係咁樣嘅，重傷啲嘅。佢話同樣寫親情，高下立見。係啦，高下立見。佢係一個前輩嚟㗎嘛。但其實知大家明㗎啦，係嘛？我話係啊，我確實係夏雨呢首真係寫得好，我真係自愧不如咁樣。即係有時候唔同詩觀咧，都要大家互相係即係有連通點嘅。即使我唔中意夏雨，但係野餐咧確實寫得好。咁所以自此之後咧，同佢交往多啲之後咧，就係佢嘅詩風係慢慢改變。未必係因為我或者係其他可能也斯嘅關係，或者可能係孫維民嘅關係，大家都好喜歡孫維民。即係話有啲嘢係大家嘅共同嘅。孫維民嘅詩咧，完全同台灣咁多年以嚟啲風格係完全唔同嘅，寫得好冷峻、好冷、好抽離，但係變咗寫得好深刻，寫病啦、寫死亡啦，全部寫得好深刻。而佢台灣咧十分低調。唔係好多人比獎佢，甚至都係喺鎂光燈下咧，幾乎越隱形咁滯。係我哋詩人咧私下攞佢出嚟，即係成為一個詩人中的詩人，類似係咁樣啦。所以同米米嗰個交接點咧就係呢度。咁跟住咧佢啲威水史啦，3屆嘅
香港中文文學獎嘅冠軍，咁啊都係一個好大嘅成就嚟嘅。咁我就睇嗰啲詩，我唔係睇攞唔攞冠軍啦，而係睇佢嘅個詩入邊咧，究竟係邊啲地方寫得好啊？咁啊，譬如話佢今次咧就係引咗一首詩，即係佢事後首詩俾我睇啊，我即係睇到編年呢首詩，我覺得佢寫呢首詩個進境咧就係同翻以前寫之後嘅不可同嘅言語啦，因為佢寫得係十分之抽離。好客觀，貌似客觀啦，敘事形式將個詩質，我哋平時所稱為嘅詩嘅元素咧，全部打散晒。所以你見到係好沉悶嘅。2007年，如果大家睇翻編年，一個人的編年史，編年啊，2007年第一段啦，講一大堆嘢啦。2009年、2012年、2014年，一大堆。你睇落去咧，敘事咧全部係好似好散文化。好似係講埋啲生活瑣碎嘅事，唯一係貫穿住咧就係佢嘅遭遇入邊咧，時時有一個人出現，一個中年漢喺大街遊蕩嘅，攞住一罐長身啤酒。咁樣睇嘅時候咧，我覺得佢零散之中咧，其實暗藏咗好多嘢喺度。佢嘅遭遇啦，佢生活上周圍嘅人嘅遭遇啦，包括佢阿叔啦，患精神病阿叔啦，後尾佢老豆幫佢開咗個店啦，一個魚店啦、漁具店啦，有人嚟咧，人來人往啦，諸如此類嘅嘢啦，即係好瑣碎事情，自己或者係佢觀察嘅他人啦。但係有一個人咧，就係唔使睇時間啦。唔係你講你自己啲嘢，唔好講我啲嘢得㗎。就係佢有一個人經常出現嘅，似乎幾神秘下嘅一個中年漢，經常喺不同嘅2009年出現啊，2012年出現啊，2014年出現，攞住罐長身啤酒，係大家冇交往㗎。冇接觸嘅喎，佢就觀察。後尾嘅人講到呢樣好神秘嘅，好似一個影子咁樣，隻鬼影咁樣。咁呢個攞住長身啤酒，我就好留意啲細節。一個中年漢冇乜交往，攞住罐長身啤酒。如果你想話寫詩寫得簡潔啲，啤酒咪得咯，長身啤酒喎，係嘛？即係背後有啲古仔嘅。點解唔係一罐啤酒啊？我自己飲啤酒我飲唔到一罐長身啤酒啊！我一罐起兩罐紙啊！哇，長身啤酒〜好難頂嘅，其實係好犀利下咁樣啊！所以佢一長身啤酒，佢一定要飲好耐啤酒，或者係要咁嘅份量咧先夠，係嘛？佢咁樣寫法嘅時候咧，我覺得呢個好神秘嘅人物咧，貫穿住晒成個呢個故事嘅脈絡。而呢個人咧有個象徵意味喺度，雖然你入邊咧好敘事法，但有個象徵意味喺度見證住呢一切。呢個人咧係一個流浪漢，一個係無家可歸嘅人。一個係有自己嘅憂愁嘅人，但係你唔知道，你唔理解對方，你唔了解佢嘅故仔。大家不同嘅故仔咧，各自獨立嘅故仔，但係中間有串聯嘅。所以佢最後尾嘅時候咧，就講咗個串聯方式，係嘛？即係話最後尾嗰段嘅時候，即係好多人走咗去入啊！這些年來，很多人離開了一間鋪頭啊，有很多人進來，人數多得記不起來。話好省文化啦，講有人進來，有人出去。但係你睇翻成個格局嘅話咧，就話。有人嚟，有人走，亦都好似因應翻咁嘅情況，睇翻見證翻香港嘅情況啦嚇。有人嚟，有人走，近年好多人走咗啦咁樣，係嘛？我睇翻係成個社會個縮影喺度喎嚇，亦都可以講話生死啦、死亡啦嚇。嚟嘅、走嘅喺一間漁具店嗰度發生，只有那一個人滿臉通紅，手拿著一罐長身啤酒，依然仲喺度嚟。呢個人就係、屹立喺度咁嘅樣，滿面通紅，飲咗酒啦，仲攞住罐長身啤酒，和我的某種暴理形影不離。嗱，呢個最重要啦。我時覺得詩嘅收結係好緊要嘅。和我的某種暴理形影不離，咩暴理咧？唔使講，點解會形影不離咧？亦都唔解釋，係嘛？所以咁長咁沉咁多嘢嘅時候，好似好散文化。但最後一句咧，將佢連通咗啦，同我暴理形影不離喎。點樣咧？大家可以意會啦。所以個留白空間咧。係好緊要嘅。另外咧，佢係成首詩係唔講咩大嘅事件。雖然我係睇落去推到好多大事啦，包括埋香港嘅大事嚇。一個年份咧，我時覺得都好敏感下。我嘅自我監控咧，係嘛？自我觀察咧係比阿爺更加強嘅，所以唔適當嘅嘢我會刪咗嘅。我諗話2014年父親打碗給叔叔，讓他開了一間漁具專門店喎，咁真係。2014年喎，咁敏感嘅，好在冇前面嘅啲咁嘅嘢。如果寫落去，應該2019年嘅喎，我唔知個啤攞長身啤酒嘅係咪就呢個聲？
嗱，嗰個長生啤酒咧，嗱我嗌多你30秒啊！有個藝術家咧，你唔知你哋有冇印象咧？喺個中國人嘅模樣，佢單眼皮嘅，跟住依起棚牙喺度笑，無論佢處身於任何場景，佢成身都係紅色嘅。我於是就想，當年97金融風暴啊，金融海嘯，當時咁悲情嘅香港人，究竟有一個咩嘢嘅 icon 可以代替咧？就諗到呢個人攞住罐長生啤酒，佢原來真係有一個咁嘅人嘅，我觀察過，於是候攞咗佢嚟用，即係作為一種，即係其實有啲裝置藝術，嗰啲我唔知係咪叫裝置藝術啊？係何敏君啊個。我唔知，總之係依起棚牙。何敏君係啊，棚牙笑啊嘛。係啊，一個好 typical 嘅中國人。即係單眼皮咧，啲鬼佬認為中國人咁嘅樣咧，依起棚牙紅色嘅喎，但係佢置身悲劇嘅場景，佢都係咁樣嘅喎，就有種叫 tension 啊，嗰種張力喺度。於是我就要咁樣用咯。唔好意思啊，講得太多烈度。咪有一個衝突啦，即係你都講得好啱嘅，一個笑好細細嘅，佢好誇張㗎，咁唔係話人起咗34隻牙啊嘛，依起棚牙嘅40隻牙到咯咁樣啦。音樂前景底下咧。對住嗰個現世，對住人生嘅處境咧，佢真係依起棚牙。西九文化館我有個樂文嘅畫作。咁你呢個攞住長生啤酒就唔係啦，即係話冇嗰個對比冇咁強啦。但係有一個就係覺得幾特別下嘅，即係話係佢即係尾二嗰段啦嚇，即係講到翻係入邊嗰啲開咗魚檔之後咧，佢話啲客人咧同嗰個嘅叔咧乜嘢都可以談啊嚇，他們手拿住一罐長生啤酒，天南地北。什麼都談，就算沒有談到魚和大海的事情，係嘛？即係你睇落好似好瑣碎，唔知講乜啦咁點樣？乜嘢一談，但係唔談魚同埋大海咁樣。你諗到就話魚大海，來與海咯，大海咯咁樣嚇，講啲好人生好嚴肅嘅話題嘅命題，咁樣係亦都係哇大海喎，浩瀚無邊喎咁樣。我即時諗到咧就話係阿韓東話有關大雁塔嘅嚇，佢講大雁塔歷史嘅嘢，咁但係嗰個人咧上咗大雁塔。望，即係周圍望冇乜嘢，然後落嚟啦。有關大雁塔就係講呢咁嘅嘢。嗰個好瑣碎人上大雁塔，望咗四周嘅風景，然後落嚟啦，就咁簡單。就韓東好出名嘅中國嘅第三代啊，第三代詩人，他們詩品，我都好喜歡阿韓東同埋于堅嘅詩嘅，因為個詩咧同翻北島嗰時候嗰個風格咧，個流派完全唔同嘅，係好務實、好 basic 嘅嘢，但係咧講啲命題咧。亦都係好深刻，但係佢唔會用翻傳統嘅方式、浪漫主義方式啊，或者朦朧詩派方式嚟講，亦都好少話像經營意象啊，或者啲文句咧好多花巧，佢唔需要呢樣嘢。咁所以其實韓東于堅都係影響到我哋嘅。咁睇翻呢度咧就話咁多人即係喺店入邊人來人往談論嘅係唔會談魚同埋大海嘅事情，談啲咩咧？談啲咪日常生活上嘅嘢，唔係啲好特別嘅嘢。所以話呢嗰啲詩咧就唔會話變成偉大化、好宏觀去睇，或者係特登故作深刻去講啲人生問題或者社會嘅問題，而係比較上咧係務實啲嘅。嗱咁啊佔咗你啲好多時間。我講李立陽咧就會講得係可能要快啲啦。嗱，如果大家有呢一份嘢嘅話咧，其實咧我即係講咁多咧，其實講翻詩，其實詩咧。其實我覺得有詩有3個元素嘅。我講個題目嘅李立陽嘅詩嘅敘事與抒情啊。咁我點解我特別去攞出呢個敘事同抒情咧？我覺得其實詩入邊有啲比較上重要嘅元素嘅敘事同抒情。大部分以為啲詩咧多數係抒情，尤其是受台灣嘅詩影啊，意象咪好咪得咯，唔使講咁多嘢㗎，背景資料咧，所以咧全部抹去得㗎啦。係呈現一最具體嘅事情，一個意象可能已經獨立成一首詩啦。咁咧係加上啲抒情已經搞掂咗啦。咁但係我時覺得咧係詩入邊嘅抒情嘅元素咧，我哋喺今時今日可能會有時我詩觀嚟講咧，我會強調翻個抒情嘅元素，唔係呢個敘事嘅元素。點解咧？因為我用翻我睇翻即係詩嗰個經驗嚟講嘅話咧，嗱，譬如我杜甫嗰時舉個例子嘅，杜甫嘅詩啲律詩嗰啲咧，全部係好好嘅。好精煉嘅，譬如秋興8首，我哋讀書嗰時已經覺得哇，背晒成所有秋興8首詩背晒。咁但係我睇嘅時候咧，我唔係好動容啊。佢雖然寫啲乜家國大事嘅自身嘅遭遇，
但我最動容，反而我睇翻佢啲古體詩行、古體歌行嘅古詩，唔係好重視教律嘅，係比較上咧自由奔放啲嘅，同翻我哋現代詩有類似嘅地方。例如譬如話咧係其中一首咧就係、是《贈衛八處士》或者係《石壕吏》，我唔詳細講啦。而家大家睇完之後咧，你會係感動於入邊嘅敘事嘅古仔同埋入邊所反映嘅人情嗱。咁所以咧敘事嘅元素咧，我都係緊要、最重要嘅。而且喺我實踐之中咧，我都係由寫圈定開始咧，到而家咧，我都強調翻個敘事元素。我好少純粹為抒情而抒情，或者寫一個好簡單嘅意象詩，或者甚至超現實啲詩咁樣寫到係好天馬行空啊，冇頭冇尾啊，大家自己嘅意會啊，或者大家自己想像呢首詩係幾咁深刻㗎。我好少寫呢類詩，比較上會務實啲。亦都同我即係我早期時做記者嘅關係會大啲啦。記者都通常報導一件事件啊，社會嘅事件啊，或者自殺啊，或者啲兇殺案啊諸如此類。我以前寫好多呢類詩，所以我重視個敘事嘅成分。咁第二咧就係議論嘅成分啦。個認為咧係詩唔應該有議論，譬如話唐詩宋詩嗰時候嘅大家都會講翻呢唐詩肯定好過宋詩啦。因為宋詩好多議論啊嘛，係嘛，好多理性嘅説教嘢啊嘛，啲人唔中意嘅。但係咪一定咧嚇？嗱，議論嘅詩點解會有議論成分嘅詩？點解會令我會動容？我以前覺得好排斥嘅，但我自從睇咗楊牧，雖然你頭先你講過楊牧啦，台灣嘅詩人好受楊牧影響，到而家都係楊牧成為一個教理，係有啲大學啲人好尊崇啊楊牧嘅，到而家都係嘅。我覺得係楊牧嘅詩係好好嘅，亦都影響咗包括埋台灣、香港好多詩人啦。我睇完楊牧嘅《友人》呢本詩集喺1985年度出版嘅，嗰時咧就係好轟動啊，因為佢寫咗其中嗰個同《友人》呢個詩集名相同嘅一首詩嘅《友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而你睇咧超過百幾行嘅詩嚟嘅，你睇佢入邊咧。除咗有抒情，有好多敘事成分，亦都好多議論成分。呢本詩集咯，我認為楊牧到而家嚟為止咧係最好嘅詩集，入邊幾乎所有詩都係好好。除咗呢個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之外咧，我好中意其中一首詩叫做《學院之選》，入邊咧好多敘事成分。你印象之中楊牧唔係好多敘事成分嘅，咁但係你喺呢本詩集入邊咧，佢特別多敘事成分。例如學院之樹咧，就係寫台灣嗰個文學院入邊。如果大家之前去到台灣嘅話咧，有一棵樹嘅黃檀木嘅，印度黃檀木嘅，而家就枯萎咗，大家可以見唔到啦。嗰時楊牧咧就係翻台灣係短暫教書，佢見到黃檀木之後咧就寫咗呢一首詩。咁咧其中咧佢係唔知虛構定真實啦，有一個女仔係個教授個女嚟嘅，就係一個校園出現喺黃檀木附近出現，佢想捉個蝴蝶。個蝴蝶啦係好靚，佢想捉蝴蝶，佢同阿楊牧講，即係個敘述者講：蝴蝶咁靚，我想咧將佢咧捉完之後咧夾喺個書入邊，夾喺書入邊。咁咧佢就話咧就係、是：哇，咁樣好好啦！即係啲女孩咧好天真爛漫㗎嘛，唔會覺得你一個對生命嘅一個係損害嚟㗎嘛。咁楊牧個寫到呢個時候咧，佢啲議論就出咗嚟，佢就話咧，個小女孩就話咧：夾喺書入邊咧係唔會痛嘅。佢用翻個童真角度。夾落去唔會痛嘅，咁楊牧咧就話啦：係啊，不痛的，但是他會死，係嘛？夾在呢個即係話呢個留下了失去靈魂的一襲乾燥的彩衣，彩衣指蝴蝶啦，呢啲彩衣係失去靈魂嘅乾燥嘅。跟住咧就話夾在書頁的擁抱裏，即係書夾住啊嘛，所以夾在書頁的擁抱裏，緊靠着文字，但蝴蝶咧。係接近靠近嘅文字啊嘛，靠近着文字，不見得就活在我們所追求的同情和智慧裏。嗱，呢個咧係不見得就活在我們追求的同情和智慧裏。呢一句咧喺後尾又再出現一次，佢唔怕醜，再講多一次。呢個咧而家攤開嚟睇嘅話咧，駁埋佢嘅話咧，同散文差唔多，同埋議論成分係好重嘅。但係因為學院之樹咧，佢將議論、將呢個抒情、將呢個敘述集埋一齊，即係敘述仲包括埋同小女孩對話，直情好似有小説形式咁樣。
加埋之後咧，呢首詩就好好睇。你明唔明啊？睇咗成之後，成本有人最好睇嗰兩首詩咧，就係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影響晒呢幾十年啦，逢親社會運動啦，啲人會讀呢首詩啦。另外咧就係學院之樹啦，將嗰個傳統啊、文化嘅傳承啊、對下一代嘅期望啊，所有嘢全部包羅喺呢個古仔入邊，就喺校園入邊喺黃檀木底下面對緊一個小女孩，同埋咧就夾住一個係啦，夾住嗰個書頁。唔緊要啦，李立人大家可以翻去慢慢睇。嗱，我覺得係點解會講咁多樣嘢？就係話咧，好多人咧就覺得詬病詩散文化，就冇調翻轉頭話，喂，你散文好詩化喎，冇問題㗎。但詩嘅散文化，覺得人哋會有好大問題。唔知點解好大問題？根本就係所有文字都係散文寫㗎啦，係嘛？不過咧，啲人話詩咧唔應該去散文咁樣嘅寫法。應該係跳躍啊，諸如此類啊，所以我引咗好多嘅呢啲咁嘅名家嘅説話喺呢度啊。譬如話 Brodsky 講啦，詩歌係飛行術，散文則是步兵。話一睇知啊，即係高下立見啊，係嘛？高下立見喎，詩有咩飛行術啊嘛？散文有咩步兵喎？哇，幾咁唔浪漫啊！咁樣有步兵喎，即係一步步咁行咯。所以呢個係一個雅萊尼嘅 Valery 講話，散文之於詩歌猶如走路之於跳舞，梗係跳舞好啦，走路慢慢行。另一個斯泰因就話：詩歌係名詞，散文係動詞。喺呢度講得幾特別下嘅。詩歌係名詞，即係類似譬如話我熟悉嘅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全部名詞，唔使動詞嘅詩嚟噶嘛。個畫面搭埋一齊。雖然佢啲講呢個唔係咁嘅意思啊，即係詩係名詞，係命名啊，萬物命名，重新命名過，令佢產生新嘅意義，就係呢個詩個特徵啦。佢話呢個散文咧係動詞，中間加好多動作喺度，連埋一齊，即係唔係咁簡單啦，變咗佢有牽涉個時間啦嚇，即係過程啦。所以話咧係下低講咗話啦，詩歌特殊天賦係命名，散文就係顯示運動過程時間包括過去、現在、未來，好似散文或者小説咁樣啦，要交代咩時地人啊諸如此類嘅嘢。咁所以咧就係散文咧有啲咁嘅特徵嘅。咁樣呢個 Susan Sontag 咧就講咧，就係佢喺其中一篇文章，佢詮釋翻所謂啲人覺得散文味係點解唔好法啊？唔係佢嘅見解，但係佢引述其他人嘅啫。個散文味作為一種貶義詞，因為你詩個散文味已經變成貶義詞啦，意味着庸俗平凡、普通、順服。哇！呢幾個全部都係罪名好大嘅，庸俗平凡喺普通喺詩嚟講，你已經係一個死罪啦。哇！普通個平凡喎，庸俗喎，咁寫得咁長做乜鬼嘢啫？學院之樹啊，有文武公理和正義啲問題，就不斷重複囉囉嗦嗦咁樣，好多人都覺得會咁樣。但係你睇嘅時覺得完全唔係呢回事嚇。同埋咧順服喎，哇！散文點解會順服嘅？好多人認為係順服，即係你唔破格咯，你唔特別咯，你唔超現實咯，你唔天馬行空咯，你一步一步嚟咯咁樣。所以散文咪變咗係好多個貶義詞。所以而家我就覺得係咪一定咁樣咧？係咪話詩一定要好似跳舞啊，一定要飛行術咁嘅樣咧？有冇其他嘅可能性咧？寫好散文化句子會唔會出現個詩味咧？例如譬如米頭先所編年咁樣，好散文味嘅，你覺得哇好散文化喎？點解攞冠軍㗎？有評判都可能咁樣講，咁樣諗。係啊，我相信個評判咧有好多爭議嘅地方。我收到嘅信息係好多爭論性，但佢哋唔肯講嘅，因為咧佢哋應承咗圖書館唔講㗎嘛，即係評判保密嘅原則啦。但係我相信係關於點解一首咁散文化嘅詩又可以攞獎咧咁樣，我相信佢哋有爭論過咯。但係各位你哋如果睇呢，就算之後咧阿伊人講嘅深度意象派咧嗰啲James White 嗰啲咧。佢其實都係好多敘事好散文化嘅，即係之前咧，好似詩，如果你散文化係一種死罪嚟嘅，我覺得呢個 concept 咧大家要變。你睇下外國紐約派啊嗰啲詩啊，自白派啊嗰啲，佢哋好多都係散文，好多敘事嘅。其實西方詩嘅傳承都係咁樣嘅，其中一個流派係啦。係咪嗰時好緊張自己攞冠軍之後啲評判點睇？試下我打聽啲評判點睇，我唔係佢哋唔肯講佢咁樣。咁我事後睇翻啲，即係每次比賽之後，後尾有啲評語下底啦。我睇落去真係有爭論嘅，即係對於個編年嘅呢一首詩。
爭論要點咧就係、當然有人認為佢太過散啦，係嘛？係啊。但係咧有個評判咧就係、我唔講邊個先啦，佢有睇出入邊字裏行間嘅嘢，即係佢睇得出嘅。即係頭先我頭先睇入邊嘅嘢都係啦，每一個字其實都唔係浪費嘅，即係我會覺得唔係浪費。雖然睇落去咧好似你掉以輕心嘅話咧，或者求其睇嘅話咧，你都睇唔出咩嘢。你慢慢搭真嘅話，你知道咩嘢。所以有時咧，你睇第一次未必好，睇第二次可能會好好。有時睇第一次嘅十萬嬌，第二次你就唔使睇㗎啦。下雨嘅詩就係十萬嬌對我嚟講，你睇第一次哇，第二次唔想睇啦。除咗野餐之外，野餐我會睇咗第二次。即係有時會，唔係我係誇張啫，我係誇張法啫。即係有時候會有咁嘅情況咯嚇。又或者話將嗰個即係講翻李立陽啦嚇。李立陽咧就係、我睇佢詩選嘅時候，應該都係好深刻啦。就係點解我會詳細睇下李立陽咧？有一次我喺美國買書嘅時候咧，買去舊書攤㗎，好多舊書。即係美國都有好處咧，好多舊書。有詩集咧，成兩排嘅書櫃。咁我揀，睇到個 rose 喎，即係玫瑰。係賣二手書嘅，成本新書一樣嘅，係冇人摸過，幾乎冇人睇過。入邊有個簽名，哇咁筍嘅，即係新書一樣賣得好平嘅價錢，又有個簽名，但係冇乜人睇。即係可見啊，李立陽當時喺美國嘅處境咧，其實都唔係好多人留意佢。咁但我睇嘅時候係如獲至寶啦。咁睇入邊詩集，入邊嘅詩咧，我覺得 rose 係李立陽亦都係，即係一個佢最好嘅詩集嚟嘅，後邊難以為繼嘅，即係幾乎 rose 入邊嘅詩，真係佢手法真係好。所以我睇嘅時候咧，就特別去即係慢慢去搭真佢嘅味道啦。咁啊，佢入邊因為寫好多家族嘅歷史嘅，因為佢嘅家世顯赫㗎。頭先阿米已經講過啦，佢阿媽嘅祖父係袁世凱，咁啊老豆亦都係啲金融嘅財，類似金融巨子嘅大學教授，金融巨子嘅仔，佢可能大學教授啦。咁啊兩個咧就係逃離咗中國啦，去咗印尼，咁樣去咗美國啦。喺60年代去咗美國，咁所以佢寫嘅詩入邊咧好多係關乎故國嘅，唔好講故國啊，可能唔好啱啊，政治唔正確啊。關於佢過去嘅日子一啲嘅回憶啦。佢老豆咧就好早亡世，所以有時懷念佢父親啦。亦都講佢媽啦，佢嗰個兄弟啦，好多呢啲家族嘅書寫。咁我睇嘅時候咧，就好似除咗希尼之外咧，我覺得佢李立陽嘅同我喺呢方面有共鳴嘅，就係、是、喺一個回想同埋一個家族個關係喺度咧，佢係畫得幾深刻，同埋好多時借助一啲係食物嘅。例如第一首詩，我揀兩首詩出嚟啦，或者時間起見，可能只能講第一首啊。獨自進餐，你哋粉啲咪可唔可以幫我讀一次啊？有冇人想幫我讀一次啊？係咯。獨自進餐，我把今年最後的小洋葱都拔去了，花園現已光禿，土地寒冷，變褐蒼老，白天剩餘的在風林裏燃燒。閃耀在我眼角，我轉身，一隻紅衣主教消失，靠近地窖門。我把小洋葱洗淨，然後對着冰熱的金屬龍頭喝水。多年以前，有一次，我走在父親身旁，四周是被風吹落的梨子。我已記不起我們說過的話，我們或在那散步，但我仍能看見他那樣彎腰。左手撐膝，漸漸地點起一個爛梨，舉在我眼前。裡面有一隻大黃蜂，瘋狂地打旋，影在萬滲的閃亮的汁液中。這是我今早碰見的我的父親，在樹叢間向我揮手，我差點叫喚他，直至我走得夠近，看見那鐵鍬倚在我丟下他的地方，那光影搖曳的深綠色的樹蔭中，白米飯在蒸着，裝熟了，洋葱炒甜青豆，蝦燜着，以麻油、蒜蓉以及我自身的寂寞。我一個年輕人，還能要求更多嗎？好，唔該晒。嗱，呢個獨自進餐咧 ，Eating Alone 啦，咁啊，你見到咧就係好簡單嘅一首敘事詩，敘事之中有抒情啦。點解敘事咧？你見到佢好多事件咧清清楚楚嘅，
佢第一段講而家係嘛，個時地人咧講得好清楚，有時間喺而家啦，回憶啦，而家係一年之將盡啦，冬天嘅時候啦，係嘛？咁咧個地方佢有一個屋企嗰個應該後院嚟㗎係嘛？咁樣望到個景象咧係一個殘冬嘅景象係嘛？咁第二段咧就回憶翻，咁啊係多年之前咧，佢同個父親嗰時咧喺嗰個即係郊野度默默散步，而後尾跟住個父親咧就好似朱自清背影嗰啲啊，好似好老土咁樣，就彎腰戰巍巍咁樣係左手撐膝，就拾起一個爛泥。佢跟住咧就好 close up 啦，因為爛泥嗰度咧就有啲萬滲嘅閃亮嘅針液，有一個大黃蜂咧瘋狂地打旋，英文咧就 spin 啊，即係掹嚟轉，係嘛？咁跟住咧就係講翻而家啦，又係而家早上嘅時咧，佢咧就係睇到父親啦，個父親唔係死咗咩？佢睇到父親咧喺度咧，遠遠地向佢招手行過去。佢發現唔係個父親嚟喎，原來咧佢係留低嗰個鐵鍬，係嘛？即係佢留低個鐵鍬就擺喺度，所以個影子就係父親嘅影子，突然間佢係鐵鍬嘅影子，一個從一個有生命嘅變成一個好似冇生命嘅一個事物喺度。而最後尾咧講翻夜晚嘅時候啦，嗱，白米飯蒸着啊，將熟料，洋葱炒甜青頭，蝦炆着已麻油蒜蓉，哇！好瑣碎，好冗贅啦，係嘛？講晒乜嘢講晒出嚟，使唔使咁冗贅咧？咁樣，但係佢係將呢啲羅列出嚟。就好似電影啲咁嘅長鏡頭或者空鏡咁樣，有冇作用咧？有話冇作用啩？咁但係你擺喺度嘅時候咧，就變翻係家庭嘅日常，就擺喺度。同埋你見到佢咧，就係個靜默嘅處理。你成首詩好似好多嘢發生，有冇聲音咧？你大家留意，佢同個父親默默地散步，係嘛？見到個爛泥有一個大黃蜂。大黃蜂冇講發出聲音，佢唔係講話嗡好嘈咁樣，佢唔講，佢只係瘋狂地打旋 ，crazy 嚟嗰個係嘛 spin 咁樣。但係佢唔講嗰個聲音係嘛？而最後尾你都見到，即係白米飯蒸着啲全部都係唔係話煎炒就好大聲㗎嘛？佢蒸着好慢嘅，即係時間好慢，個氣氛好靜默嘅。佢就係阿李立人嗰個處理啦。另外，點解冬天俾人嗰個樹要禿咗啊？咁啊啲嘢萬物就蕭條啊，去翻個爛泥係嘛？爛泥啲嘢係爛咗，冇乜生命跡象，好似個父親嘅死亡一樣。但係佢入邊咧將個對比咧就大黃蜂瘋狂地打旋，你忽然間見到有動嘅一面，但動啊正係影襯翻個靜，所以佢入邊咧就好多呢類嘅有生命無生命。動靜嗰個交接，尤其是有生命無生命，最特別嘅就話我嗰時最深刻就話一望到父親個影子，以為向佢招手，但係唔係，原來一個鐵鍬，一個無生命嘅鐵鍬。雖然同翻生長嘅關係喺度掘啦，掘啲泥啊諸如此類，係有關聯嘅，但變成一個無生命，即係嗰種嘅哀愁或者嘆息，佢係隱藏，佢唔需要講出嚟。另外黃蜂好似有動有生命嘅，就相對於個爛泥咁樣啊，亦都同埋光影嘅處理好好，嗰啲樹影啊，深綠色嘅樹影啊，同黃蜂嗰個黃色嘅，同埋紅衣主教第一段有一個雀仔嘅紅衣主教，紅色個對照，後尾白米飯蒸就白米飯白色，即係所以好多色彩一個對比喺度，亦都係動靜嘅對比。咁最特別咧就係話嗰個有生命無生命個對照咧，就呢個就係貌似散文化，貌似好瑣碎，但我睇完之後咧，佢每一段每一個字，我覺得都係有作用嘅，令到一首詩咧係搭落係有味道，而唔係咧好似普通散文咁樣水過鴨背。入第仲有時間講埋呢個共餐，邊個幫我讀一讀啊？新嚟。嚴漢音啊，嚴漢音，新嚟嗰位，新嚟新豬肉。共餐，蒸籠裏有章魚，左耳薑絲，兩根葱活下油，我用它熟五百，兄弟姊妹的午餐，它會嘗最鮮美的甜蜜，手指夾着，它唔熟得，好像父親幾個星期前一樣，然後它放下。睡去，因如白雪覆蓋的落，彎葉
穿過被他環繞的叢林，一無行客，不為誰人寂寞。呢首詩更加短啦，我睇完之後咧都係好動容嘅，亦都用咗好多啲食物意象啊、蒸鹿、鱒魚啊、僵屍啊、蔥啊、麻啊，個中國味好濃重嘅，即係你見到唔係西方嗰種嘅食物嘅處理方式嚟嘅。跟住咧個事件咧好簡單，就係兄弟姊妹，我個母親，你講母親啊，佢會嘗試去用手指夾着呢個最鮮美嘅魚韻。嗱，呢個魚韻咧就係、即係英文你哋睇下低度咧，都係魚嗰啲係啲個魚頭嚟嘅。但我覺得係中國人咧就用魚韻會更加知道嗰個即係內容係乜嘢咧，就唔係食個魚頭嗰時，魚頭真係麻麻地啊嘛。就魚韻可能好特別啲啦。佢用啲好具體、好細緻，用手指夾着，成家人咧就樂也融融嘅。咁大家你鏡頭一轉啦，但係呢就正如好似黃夫子嗰時會睇一樣嘢。佢又寫啲歡樂嘅場景，但係其實寫背後嘅哀愁嘅，以樂景寫哀嘅，都係一個特別嘅對照嘅方式。等於翻之前何敏君嗰啲啊，笑口大口仔笑嘅，佢襯翻啲好嚴肅或者好悲哀嘅場景咁樣啊。嗱，佢講啲好歡快嘅場面，突然間咧就話啦，然後他躺下，佢嘅交接嘅地方咧就話媽媽嘅手夾住魚韻，個手嫻熟得就好似父親幾個星期之前一樣。即係幾個星期之前，我父親可能仲在世，幾個星期之後咧已經唔同咗。佢寫父親死亡咧，佢唔用嗰啲好具體而微嘅細節嘅交代，而變成一個場景，一個好簡單嘅場景啊。佢話：然後他躺下睡去，一如白雪覆蓋的路，一個比喻啦。佢躺下就好似白雪覆蓋嘅路，用翻白色啊。蜿然穿過比他還老嘅叢林，個時間啦，個樹林比他還老。將個父親嘅生命嘅時間同個叢林一個好永恆、好遙遠嘅時間咧互相對照。而嗰叢林嗰景象係點咧？一無行客，係冇 travelers， 佢英文個 travelers 用行客，我哋可能有一個譯法啦。其實 travelers 係好特別嘅一個旅客咁樣係嘛？而家係中國古詩，佢經常都會有噶啦。譬如李白嗰首係嘛？天地萬物之逆旅，百代乜呢個係咩？百代之過客。即係光陰百代之過客，咁諸如此類啲啊嘛，將個逆旅或者過客嗰樣嘢擺落嚟，所以呢地方一無行客，冇咗呢個咁嘅其他嘅人嘅存在，同埋呢個父親喺呢個變成一個空間化咗樹林入邊咧，佢話不為誰人寂寞嘅，係寂寞，但不為誰人，即係英文嗰度咧就係一個 lonely for no one，lonely 已經係好似話好孤獨啦，一個 lonely。但係跟住 for no one， 佢唔需要為其他人，好似化咗咁啊！有啲道家啲意味喺度，即係譬如話好慘啊，好孤獨啊咁樣啊，為咗天地，為咗其他人，為咗親人諸如此類啫。佢話 for no one， 佢將個格局咧會更加提升咗。所以我就將呢個咁嘅個技巧咧，將一啲要講啲嘢咧，佢隱藏住，即係變成一種空間化咗，係嘛？即係個時間亦都係一樣嘅空間化咗，變成一個場景，白雪覆蓋嘅路啊！有比父親還老嘅叢林啊，跟住佢係話即係不為誰人寂寞。咁所以呢個李立陽嘅技巧，雖然係好用散文嘅筆觸嚟寫，咁但係咧佢係寫得係好深刻，同埋咧我時覺得咧每個字每一句咧佢推敲過，唔係表面上咁簡單。其實中山我補充佢啦，佢其實咧佢後面嗰啲好家常嘅咧，食魚啊、炒餸啊、蒸飯啦，其實佢對照另外一個好沉重嘅題材。死亡對照日常咧，其實咧兩個拍埋一齊咧，佢嗰種效果係好出嘅。嗰種即係我哋學文學嗰啲叫張力嘅 tension， 嗰種咧係佢用得非常之自然又非常之好咯。但係我補充句啊，李立陽寫家族寫佢父親咧係寫得非常之出色嘅。但之後咧我係有少少失望嘅。但你哋去睇下嗱，佢有一本咧叫中山講嘅 Rose 咩啊？玫瑰，我唔知市面上有冇譯本啊？有個譯本咧係另外一本詩就係我們所愛過的那一座城，你喺淘寶都買得到嘅。佢譯得真係麻麻，但係都有好多值得大家去借鏡嘅地方。佢嘅視野非常之廣闊。佢雖然係一個鬼佬嘅佬啊，但佢係有一個華人嘅心。好多中國情意結啊！
例如有首詩寫佢爸爸幫佢阿媽梳頭，嗰啲頭髮好似雲鬢咁落嚟。佢仲記得佢阿媽咧，唱歌咧就唱《夜上海》，夜上海嗰首，即係佢有好多中國嘅情意結喺度嘅，係好值得推薦大家去讀。我成日都係一個功力嚟嘅。你睇個內容嘅本身咧，其實即係而家單純講啦，你會覺得啊好老土啊，一父慈子孝啊啲咁嘅嘢。你聽我講真懷念亡父啊，或者家庭關係啲嘢咧，其實好容易落咗個窩球入邊，即係唔係寫得好特別。咁但係李立陽嘅強項咧，佢能夠將呢啲好似貌似普通題材咧，佢能夠係凝練，雖然用散文嘅不足咧，好凝練啲情味咧。我時覺得係受中國古詩影響嘅，佢藏喺入邊。如果你睇杜甫嘅《贈衛白處士》就係咁樣，佢講時間，講同啲朋友個生離死別，翻到去之後咧，訪舊半為鬼嗰啲咁嘅嘢啦，講得好直頭，訪舊半為鬼，係嘛？驚呼熱中腸嗰啲咁嘅嘢，你睇落去咧，佢講出嚟，佢慢慢係將啲情味滲透喺日常生活入邊，亦都有好多食物嘅間場。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粱。無端講嘅剪春韭啊、間黃粱嗰啲啊，你睇落去好似無關痛癢喎，其實擺落去咧係好有情味嘅。亦正如啊李立陽擺嗰啲咩蒜頭啊、薑啊嗰啲咁嘅嘢，擺晒個詩入邊。但係咧，我覺得係有一個好處喺度。香港仲有人講李立陽嘅，我記得喺港台有一個節目叫《和你説説詩》咧，你自己去 search 下。阿廖偉棠有講過李立陽嘅，係關於嗰啲佢嘅中國嘅情意結咧，有啲詩好長嘅，都好好睇嘅，你哋翻去 search 下。OK。我就引述咗咧李立陽咧講下自己點樣受中國詩影響啦，亦都話佢好欣賞嗰啲係有中國味嘅外國詩人啊、美國詩人。例如咧就係阿 James Wright 啊 ，James Wright 係啦，即係阿米又都中意嘅嘢啦。又例如話中意係 Stafford 啊 Robert Bly、William Stafford 啊啲咁嘅嘢，嗰邊都有引述嘅，同埋 Robert Bly 啦。咁阿伊人咧就啱佢引述咗阿 Robert Bly 同埋 James Wright 啲詩，我都係第一次睇嘅啫，就睇佢嗰啲譯本。我睇完之後咧，哇，寫得好好。啊 Robert Bly， 我慢慢啲中意 Robert Bly。呢本咧，你哋一定要買，極品嚟嘅，甘拜下風。好快咁將成交俾伊人。咁就點解講呢個題目咧？深度意象或新超現實詩歌中嘅敘事咧，其實最開始嗰陣時，即係咪諗，不如搞呢個活動咁講下嘢啦。咁跟住佢同我講：喂，你，因為我都呢幾年都中意睇嗰啲深度意象詩，譬如佢中意嗰個James Wright 啦，又 James Wright 個 friend Robert Bly 都 OK 嘅，即係依家近來係越睇得多就越 OK， 但係個始終最深印象最深都係 James Wright 嘅。另外有啲都係譬如受此影響嘅，譬如阿邊個話西米克啦，或者譬如阿麥溫都有啲影響啦，嗰啲都好中意嘅呢幾年。咁尤其是因為其實點解會有呢個興趣開始睇咧？係講緊因為19年係咪19年啊？即係阿 Bly 逝啦，跟住開始去留意，跟住葉英傑話佢好勁啊咁樣，跟住中山都好似有講話好犀利嘅，跟住開始去睇一啲佢 Robert Bly 嘅詩。開頭睇一首係講應該係講架 Toyota 車嘅，講一個女人就好似以前咧，即係太極咧有首歌叫《紅色的跑車》咧，即係其實紅色的跑車呢個就係一個好嘅意象啦，帶到一個女人一個好可能着住紅色高叉裙啦之類，或者即係好性感嘅女人咁樣之類啦，一架你可以想像為一架譬如紅色嘅法拉利咁樣。即係個感覺其實係好出嘅，即係一講大家都會即刻有一種好深刻嘅印象嘅。咁呢樣嘢其實我哋寫詩其實都好重視意象呢樣嘢經營啊嘛。其實呢樣嘢係好重要。咁跟住就去到都跟住慢慢留意，譬如阿麥溫啦，或者係23年逝嘅西米克啊嘛。好多嘅詩啦，中山都有介紹啦，但係呢度我就
因為時間緣故，我就淨係講 Robert Bly 同埋即係 James Wright 嘅各一首詩咁樣啦。咁首先首先講下點解會有深度意象呢樣嘢啦。大家可能好多個問號啦。咁首先其實係上個世紀應該係上半嗰50年裏邊啦，有個人叫龐德啦，咁就可能大家都有聽過呢個大名啊。就提出一樣嘢叫意象主義啦、意象詩啦。咁跟住佢都影響，譬如艾略特啊，好多譬如威廉斯啊，好多其他人啦。咁但係深度意象，即係尤其是Bly 同埋 James Wright， 其實點解要講深度意象詩咧？就係因為始終對於呢個龐德嘅意象主義有承繼之餘，佢哋都係有所不滿嘅，即係認為唔夠嘅。咁我跟住我會講多啲嘅。跟住第二樣嘢就係當時都有好多嘅競爭對手嘅，其實Bly 佢哋，譬如其中一派就係講Beat Generation 啦，跨調一代啦。咁 Beat Generation 有咩特色咧？就係口語化啦，好日常嘅嘢啦。咁呢樣嘢深度意象派其實雖然佢哋講好深度，但係其實佢哋都係好口語化同埋好日常嘅。咁第三個就係一個叫黑山派嘅，當時一個好出名嘅詩派啦。咁深度意象其中一個 founder 叫做 Robert Creeley 咧，咁佢曾經編過一個叫 Black Mountain Review 啦。咁佢都呢一個刊物都有影響20世紀後半一啲美國詩歌。咁另一個影響就來自一啲譬如積物主義嘅詩人啦，都係差唔多威廉斯嗰個時期啦。咁佢哋好多都係好左翼嘅。咁佢哋係翻去一啲好真實現實嘅一啲事物裏邊去着手嘅，因為譬如嗰陣時另一派即係現代主義嘅現象就係譬如艾略特好多嘢都係要講好宗教嘅一啲象徵喺現代社會裏邊對照翻嘅，或者一啲好即係象徵住一個譬如神話嘅人物，或者譬如一個神話嘅一啲好聖杯。或者一啲墮落咁樣，咁但係積物主義就啱啱相反嘅，即係我哋唔講呢啲嘢，我哋講最真實嘅人啊，或者睇到嘅嘢咁樣去寫嘅。咁仲有一樣嘢就係即係我講人類學啦，咁就深度意象派一個早期嘅詩人叫做 Jerome Rothenberg 咧，咁佢就本身都係有佢雖然美國人啦，但係佢本身都係一個波蘭猶太人。大家都知道講波蘭猶太人，大家都會諗嗰啲奧斯威辛啊、集中營啊嗰啲。佢有啲即係佢寫呢啲集中營經歷嘅。咁佢就提出一樣嘢叫做民族志嘅詩學。咁呢個都係一個人類學影響啦。咁簡單講咗呢啲嘅即係背景，咁就講下啲代表人物啦。咁最早期啦，就有兩個人。一個叫 Robert Kelly， 另一個叫頭先講過就係 Rothenberg 嘅。咁跟住就係編黑山詩刊嘅 Robert Kelly 啦，同埋 James Dickey 啦。咁跟住會講最影響深遠、最正式提出深度意象嘅兩個人咧，一個就係佢哋兩個都好 friend 嘅，一個就係 Robert Bly 啦，另一個就係 James Wright 啦。咁好有趣嘅係，即係佢哋兩個個友誼其實係都好值得大家去。即係去探究一下嘅，因為嗰陣時 James Wright 咧好兜踎嘅，咁應該係俾一個學院咧就大學咧就辭退咗佢嘅一個講師嘅職位，跟住佢走咗去美國中西部嗰陣時 Robert Bly 咧就好似喺一個中西部嘅一個靠加拿大嘅好北嘅一個州叫明尼蘇達州咁。嗰度有一個農莊，咁嗰陣時 James Wright 咧就成日去揾佢啊，咁喺個農莊嗰度附近見到好多馬，咁去攞呢啲做題材去寫一啲詩啊咁樣嘅，咁都係好正嘅。咁跟住呢兩個人之後咧，都有一啲同呢兩個人都係認識嘅，或者係受佢哋影響嘅，譬如邊個？譬如 Donald Hall 啦、Stafford 啦，或者麥溫啊、Mark Strand 啊，或者甚至我頭先講嘅西米克呢啲人啦。咁跟住落嚟就講咩叫即係深度啦，就係深度意象派一啲嘅 Robert Bly 嘅主張啦。咁其實呢個深度咧就唔係指即係政治或者哲學上嘅深度，
而係指我哋一個 direction of seeing，即係點樣去睇一樣事物。譬如你睇好多嘅一啲建築物，或者街上嘅人，咁你可以有好多種嘅觀看嘅一種角度，或者可以睇多啲唔同嘅嘢出嚟。咁佢哋就係講話要一種深度，呢種深度就係咩咧？就係一種 inwardness of poetry， 即係呢種你翻去你自己內在點樣呢啲嘅事物點樣去對應你自己本身。咁呢度可能即係講得好有啲，即係有啲好抽象咁樣啦。但係佢哋都係即係講緊翻去自己內在點樣去對應翻自己嘅。咁另一個影響就係森哥就係嗰個 Cante Hondo 嘅，即係影響就係西班牙有一個詩人叫洛爾卡，咁佢有好多詩都係其實受南部安達盧西亞嘅一啲歌謠，呢啲歌謠咧可能由中世紀去到近代一路都流行緊嘅，咁佢就係用呢個歌謠體去將呢個題材嘅詩歌去發揚光大啦。咁第二樣嘢就係意象啦，咁我哋意象就係講由日常生活裏邊嘅萃取啦，就唔係一啲好片段式或者照片式嘅意象。咁對於 Robert Bly 嚟講，其實當時美國詩佢認為係好鬆散啊，咁冇喺具體嘅意象裏邊下功夫。咁我哋應該刻援於我哋嘅下意識，但係佢又唔係完全講，即係如果完全下意識嘅話，咁可能即係一啲咩人會咁樣去做咧？就係超現實主義。但係佢又同超現實主義嗰啲自動寫作咧，又有啲唔同嘅。即係自動寫作就係你嗰下咧，你個腦裏邊有啲咩意象或者有啲咩嘢，咁你就嘭嘭嘭咁樣就衝出嚟，就即係寫出嚟啦。咁可能睇嘅人覺得有咩嘅關聯，可能即係佢哋唔知，但係你作者就即係作者始終個詮釋權咯，好多時喺作者度啦，就可能就係你可以話啊，其實呢啲好多嘅意象其實對於我嚟講係有意義嘅，係我嘅潛意識有個關聯嘅，咁但係其實好多時讀者未必會 get 得到。咁即係所以佢就其實呢個有啲難度嘅，所以 Robert Bly 就話其實我會主張喺意識同埋潛意識之間彈出彈入咁樣樣係啦。我哋都去處理潛意識，但係我哋好理性嘅、好冷靜嘅方式去處理自己嘅潛意識，令到一樣嘢梳理得好清楚。而我哋亦都唔會淨係留喺潛意識裏邊，我哋都會走翻去嘅意識嘅世界當中嘅。咁仲有一樣嘢就係佢好反對頭先所講啊，對於龐德嘅一啲不滿啦。其中一樣嘢就叫 picturism， 即係圖像主義。咁咩叫圖像咧？佢認為咧就同意象唔同啊。雖然龐德都係講意象師，但係佢認為龐德嗰種意象其實只係一種圖像，好似一種影相視覺上繪畫嘅一種美感。而Robert Bly 就認為我哋要用一種想像嘅自然嘅語言，既無法由現實世界裏邊得到，亦都無法放回現實世界嘅。佢舉一個例子就係一個法國詩人叫博勒庫亞嘅詩句，就話內在嘅海被盤旋嘅鷹照亮。咁對照翻龐德嘅圖像詩就係話潮濕的黑樹枝上的花瓣，呢首好出名啦。龐德有一首兩行嘅，係咪地鐵站啊？就地鐵站係啦，但係好靜態嘅，係啦，即係同埋好，你會睇到一個好瞬間一個意象，俾你一個印象嘅。呢個潮濕的黑樹枝上的花瓣，你會有一種印象，但係你唔會有一種好動感或者好 touch 到你內心嘅一種感覺嘅。咁但係內在的海被盤旋的鷹照亮了，呢一句相對嚟講嗰個運動感、生命力就係比起龐德嗰句即係會強好多啦。咁所以亦都佢要求詩人要表達一種心理嘅世界啦。咁就係去着眼翻你內心混沌嘅心理活動，但係你要去即係梳理翻出嚟，同埋有一種嘅心理嘅能量啦。其實即係好似講頭先所講一種生命力咁樣樣啦。咁同埋用一種嘅即係心理飛躍啦。心理飛躍就係我頭先講即係無意識同埋意識之間彈出彈入咁樣呢樣嘢啦。咁嗰個手法嗰度，手法我就即係
都唔講太多啦。但係其中有樣嘢就係、我覺得好重要，就係你一個意象要有一種整體意象嘅完成啦。即係好多時我哋即係譬如好似米米講，佢開頭寫詩個經歷就係、好多意象即係出嚟，但係我哋可能未必會諗好多啲意象之間嘅關聯，又或者係可能有好多細嘅意象，佢會支撐一個大嘅意象本身。可能我哋未必會諗好多去咁樣去經營嗰個意象。其實咧，我自己讀詩咧，我就冇受過咩學院訓練咧，所以冇阿伊人咁多嗰啲。咁我淨係睇作品嘅啫。其實呢本書咧，阿 James White 嘅咧係佢最出色嘅作品咧，其實喺入邊嘅。咁你哋可以去睇下。其實喺伊人入邊咧，印咗嗰兩首詩咧，都唔係我覺得喺我目前嚟睇都唔係佢最出色嘅。我覺得入邊咧仲有好多首咧，佢係好出色嘅，好容易入讀嘅啫喎。唔係話深度意象咧，就係、是、你唔知佢噏乜 Q 嘢，唔係咁樣嘅。佢係好口語、好日常嘅。但係佢有啲意象咧，佢真係藏得好深嘅咁樣咯。好，咁或者我哋可以睇下即係嗰兩首詩啦，簡單啲啊，嗰啲即係咩手法啊嗰啲可以再討論下之後。咁第一首就係阿 Bry 嘅冬季詩篇啊，呢個 Winter Poem 啦。咁其實佢有一樣嘢好正嘅，就係佢有一個我同埋你可以當即係兩公婆或者我同屋企人，應該係兩公婆啦，或者情侶之間嘅關係啦。咁佢用呢個螞蟻嚟到去做一個比喻，其實係好，即係呢個係一個好 smart 嘅意象嚟嘅。咁螞蟻佢有硬殼啦，即係同埋佢或者節咁樣啦，同埋一種昆蟲啦睇落。不如你讀一次首詩俾大家，或者會唔會讀一次？夠應該有時間嘅。好。咁樣我讀啦，係啦。撥來冬季詩篇，冬季螞蟻微微震抖的翅膀，等待迎獸的冬季結束。我以緩慢呆笨的方式愛你，幾乎不說話，就一兩個詞。是什麼令我們各自隱藏起來活着？一道傷口，風，一個詞，一個父輩。有時我們以一種無助的方式等待，別別扭扭，不完整也未治癒。當我們藏起了傷口，我們便從一個人類倒退成一種有殼的生命。現在我們感覺到螞蟻的堅硬胸口，那副甲殼，那沉默的舌頭，這必定就是螞蟻的方式。冬季螞蟻，那些受傷而想要活下去的一切的方式，要呼吸，要感知另一個，要等待。咁呢首詩其實應該係其中一首即係 Bry 最寫最好嘅，即係最鮮明嘅詩啦。我自己認為咧，起碼係咁講，即係一個螞蟻點解會令到我同你變咗一種好似螞蟻嘅生命咧？佢有講即係因為佢哋即係用其中一樣嘢就係隱藏啦，起來活着啦，同埋大家唔講嘢，就好似螞蟻一樣，大家沉默嘅，大家嗰個即係個胸口好硬啊，即係好似大家面對對方嘅時候都係一種好冷硬嘅形象啦，同埋沉默嘅舌頭啦，即係大家唔出聲啦。咁佢背後一啲原因就係一啲傷口、風、一個詞、一個父輩。我覺得裏邊一啲其實都係一啲好簡單，你可以話好散文化嘅一啲嘅名詞或者動詞啦。但係佢點解係詩？即係我唔會叫佢一種散文化啦。點解係詩嘅一個原因就係因為佢用一啲咁簡單嘅詞咧，佢都係有一番嘅深究嘅。譬如我好中意佢用我以緩慢呆笨嘅方式愛你，即係大家話譬如對情侶。你 confess 對情侶嘅愛唔夠嘅時候，你唔會話自己緩慢，即係好少用緩慢呆笨嘅方式。但係佢呢度就用緩慢呆笨嘅方式就恰到好處啦。同埋佢形容用4個名詞去講翻大家即係
對對方隱藏自己嘅原因啦，傷口實在嘅，可能擦損咗或者其他，都可以話心理上嘅傷口。風聯想到咩？即係同個屍體一樣啦，冬季一啲季節啦，嚴酷嘅季節啦，寒冷啦，一個詞可能言語上嘅傷害啦，咁就對應翻點解不説話同埋即係沉默嘅舌頭啦。一個父輩，佢原文係 apparent 啲嘅，好多好難譯做中文嘅，但係呢個一個父輩其實都係可以，即係佢可能係指父母其中一個人啦，但係其實呢個亦都係指家庭嗰個影響啦。咁可能係風冬季帶嚟嘅係一種毀滅性嘅傷口啦，係啦。咁但係大家活落去都係要即係呼吸感知，另一個要等待，其實好鮮明，令到大家即係感受到好多情歌都係講緊人同人嘅關係嘅問題嘅。咁我係咪仲有時間？我會快少少請一位即係你嘅觀眾讀第二首 James Wright 嘅詩啦，叫《鷗》。呢首其實仲更加鮮明嘅，係好敘事呢首。咁我不如揾前面窗邊呢位女仔係啊，讀詹姆斯賴特嘅鷗。咁就係呢本《噏兔》呢本書裏邊嘅，大家係啦。如果呢本係精選嚟嘅，係 James Wright 係啦，精選。佢本全集咧，你就唔好買啦。咁嗰個續嗰個都可以不間斷咁讀落去嘅，其實比較長，係啦，係啦。唔緊要啊，係啦。詹姆斯賴特鷗，那時我還只是個年輕人。那個傍晚，天冷得真他媽的，似乎什麼都沒有，什麼都沒有。我和一個女人有些麻煩，但那裏什麼都沒有，只有我和死寂的雪。我站在明尼阿波利斯的街角，被翻來覆去吹打，風從路坑中吹起，圍獵我。另一趟 sorry， 可能打錯字，係另一趟去聖保羅的大巴，將在3小時後到達。如果我走運的話，以後那名年輕的蘇族男子出現在我身旁，他的傷疤和我的年紀差不多。這兒等得好久，才有巴士過來。他說：你身上的錢夠回家嗎？跟住繼續係。他應該未。嗰啲有問題。係啊，繼續落去嘅。他們把你的手怎麼了？我答道。他在嚇人的星光裏舉起他的鐵鉤，揮斬着風。哦，你說哪個？他說：我和一個女人處得糟糕。給你拿着這個。你有冇感受過一個男人把65美分拿在一把鉤子裏，然後把它輕輕地放在你凍僵的手裏？我收下了，雖然我需要的不是錢，但我還是收下了。首先多謝呢位觀眾，因為比較長嘅首詩，但係其實都係好簡單，但係好深刻咯。其實真正嘅詩，我自己覺得就唔需要好複雜花巧嘅一啲，即係一啲好描寫或者乜嘢。佢其實講緊一個簡單嘅，講緊一個故事啊。嗰個蘇族嘅男子咧，其實咧喺美國咧，你會發覺咧，美國呢個社會咧，表面上好民主咧，其實好多種族主義嘅。即反而呢個蘇族嘅即係少數民族嘅一個人咧，佢其實嗰隻手咧係俾人斬咗，用個鈎嚟代替佢。咁佢見到個美國佬咧冇錢搭車咧，於是用個鈎啲錢俾佢，佢接納咗。係兩個民族，一個主流嘅民族同埋一個少數族裔之間嘅一種互動啊！你見到首詩咧，其實係令我好動容嘅嗰種人同埋人之間嘅互動嗬，嗰種嘅關懷㗎。無論係 James Wright 對個少數族裔，個少數族裔對佢嘅一種關懷咧，完全打破咗人同人之間嘅隔閡。
即係隔膜，即係種族之間嘅隔膜，尤其喺美國啦一個咁嘅地方。所以你發覺咧，深度意象咧，其實佢深度嘅重點唔係好似我哋話好多嗰啲年青人而家寫嗰啲咧，你唔明佢乜叉嘢嗰啲咧，佢話我只不過將啲意象藏得好深啫。佢其實係可解嘅，但係佢其實入邊嘅表達嘅意思咧，佢藏得好深。但係你可以有跡可尋，你可以掘佢出嚟嘅。但係有啲咧，老實講嗰啲，即係我唔知點樣掘個隧道出嚟咧，唔知點樣將個地下嗰個果實掘出嚟，掘唔到嘅。但係呢首詩咧，你可以掘到嘅。你仲見到佢有好多人世之間嘅關懷喺度，呢個係好難得嘅詩歌。我補充一樣嘢就係、我睇嘅時候咧，我都第一次睇嘅。咁咧就我覺得我睇完之後好動容嘅，即係話呢個好簡單嘅故仔，散文化過所有就之前提出嘅散文化都好緊要。甚至你睇下後尾嗰句我收下了，雖然我需要的不是錢，但我還是收下了。即係好多句嘢都係好似好可以斬咗佢、刪咗佢。但我正如睇一個現實嘅片，獅子山下式嘅電影咁樣啦，你好多細節嘅，你好似你唔會剪走佢嘅，你啲前後後啊，或者係以前嘅小津安二郎啲戲，你前後後好似冇戲，但係擺落去咧又好似好自然咁樣，你真係會得真嘅味道嘅。同埋咧呢度咧，我諗緊一個問題啦，如果呢隻勾個人個蘇族男子唔係勾個手攞個零錢俾個人嘅話咧，喺普通嘅手嘅話咧，個力量會細咗咧。我嗰時諗緊呢個問題，因為呢個最特別之處就係個蘇族男子嘅勾嘅手係背後有古仔嘅。背後咩古仔咧？佢一輪半走透露少少，但係唔會詳細。詩就係咁樣，就係甚至有啲好嘅短篇小說都係咁樣。佢唔需要，譬如海明威啲小說就係咁樣啦。佢唔需要背後好詳細講晒啲內容喺度，你啲你意會到佢一啲古仔入邊有啲風霜喺後面，但係究竟乜嘢咧唔知。但係正係呢個好形象化，呢個勾嘅手，大家互不相識，我俾個零錢你，雖然你唔需要，我就俾你，就咁簡單啫。超前50，其實30。但係我再諗第二個問題啦，呢個係唔係深度意象嘅詩？佢係用一個勾做一種。我自己就覺得係有一種深度。但係你唔講深度意象，我睇個詩，我完全唔會同深度意象有任何關聯。即係點解？因為佢反而一個普通嘅敘事，即係唔係普通一首敘事詩，一啲不被冗贅，但佢有意去做呢樣嘢。一首好典型嘅敘事詩。係好現實，現實之中我唔要剪接。我時覺得一詩同電影有黑澤明派。有小津安二郎派嘅，有啲人中意黑澤明，哇剪到你睇下呢個羅生門，開頭有幾個樵夫嘅，哇剪到碎晒，但好睇又好睇。一種咧小津安二郎你坐喺度3分鐘個鏡頭都唔喐，就擺喺度，即係有兩種嘅風格嘅。我覺得呢個咧係類似接近小津嗰啲多啲，佢不被細節、不被冗贅、不被係好似好沉悶，但係佢嘅力量係會貫穿出嚟，就係一個勾個手俾啲零錢俾一個素不相識嘅男人，大家都各有故事後面。嗰深度意象派咧，佢有啲創作嘅理論基礎嘅，佢就係提到一樣嘢咧，就係不被口語，不被即係個題材咧係日常啊嗰啲咧。佢所以咧，佢咪似乎咧，好似一首普通嘅敘事詩，即係同佢嘅創作理念咧有關係嘅。但佢深度喺邊度咧？佢其實真係有深度啊，好值得大家有深度，有深度咪深度意象咧，即係另一回事。我想講一樣嘢就係，其中一樣嘢就係，即係天冷得真他媽的刺骨，什麼都沒有。佢仲要將什麼都沒有係即係出咗3次嘅，即係第一次跟住重複2次，係啦。咁樣真他媽的好怪啦，因為國內嘅譯者啦。咁其實英文好似係 goddamn 咁樣，即係好似係原文係，但係。我就想講一個粗口入詩嘅問題嘅，因為某一啲詩人嘅一啲影響啦，依家有一啲譬如都好中意去用一啲即係粗口去入詩，就係為咗口語好口語嘅入詩，但係呢個其實唔容易嘅，即係你要拿捏到某一個 moment， 佢係可以加深到你嗰個氛圍，同埋呢樣嘢係有一個點睛嘅作用啊！如果你真係要用好口語、好俗語，甚至係粗口
差唔多近似粗口去入詩嘅話，如果你用得唔好咧，就好似大陸嗰啲下身文學、下半身文學咁樣咧，就好即係或者係垃圾詩派啊嗰啲咧，就好弊家伙噶啦。即係好似你走鋼線咁樣咧，即係你一唔小心咧就跌落懸崖，或者喺密宗咁樣，一係你就上天堂，一係落地獄咁樣。其實係一種好危險嘅寫法嚟嘅。但我覺得呢度點解 God damn 用得好咧？係因為佢表達到一種凍啊，嗰種凍，哇寒冷刺骨，你根本其他形容詞你都唔想去用嚟表達啦。我唔差用呢啲其他嘅形容詞，我就話 God damn cold。咁即係佢亦都表達到我係好似一個硬漢嗰種嗰個我係一種硬漢嘅感覺。咁跟住佢話我和一個女人有了些麻煩，其實呢度係我覺得有少少可以對照翻下邊嗰個蘇族青年就話我和即係又係和女人有一個麻煩咁樣啦。咁同埋佢即係什麼都沒有，佢係一種好冷靜啦、好虛無嘅場景啦。咁可以即係襯托出當中好似一個舞台上面乜嘢都冇，跟住淨係佢哋兩個嘅相遇咁樣咯。咁同埋冇車冇乘啦，巴士要佢話可能3個鐘之後先到啦。咁嗰少少雖然有少少 bullshit 啦，但係嗰65美分其實即係又係顛倒咗我哋對於即係主流群體同弱勢群體刻板印象啦，就係即係明明一個白人咁，好似一個好有優勢嘅白人啦，咁但係嗰65美分就表現到佢反而係一個受私語嘅人，反而係一個好弱勢者嘅一個蘇族青年，即係一個美國中西部印第安一啲原住民啦。咁佢就將嗰65美分，雖然其實多就唔係多嘅，但係佢就將啲錢俾作者。但係作者嘅老婆跟住之後都有講，就話其實 James Wright 後尾就話我唔需要啲錢啊，俾翻你。但係當然呢啲喺詩裏邊就唔會寫出嚟啦。佢就寫我還是收下了，將件事好似變得好完整。我覺得呢首詩唔係好典型嘅深度意象嗰啲詩。你想睇多啲買呢本啊？有佣金㗎係咪？唔係，我真係咧有段時間同阿土分。唔係真係有段時間咧，我就將呢本書咧擺過自己背囊入邊，得閒攞嚟。我係寫過好多首模仿佢嘅詩。通常個創作過程你都係咁樣，有一個你好崇拜嘅詩人。例如咧，我曾經崇拜過夏雨啦，寫咗好多類似夏雨嘅詩。例如我有曾經好崇拜中山唔中意嗰個大陸詩人叫陳先發，哇！我係好崇拜佢，好似宗教咁樣嘅，寫咗好似又好似類似陳先發嘅詩。即係佢呢個 James Wright 咧，我有模仿佢嘅風格，又寫咗好多。即係你總會有一個人咧係啟迪到你，帶你去走條新嘅路，係啦。咁樣不如睇下大家有咩問題嘅。因為之前我傳個相先，因為我哋隻場唔收費嘅，咁如果支持翻我哋鋪頭營運嘅話，就可以入啲錢入呢個箱嗰度。將帶貨嘅時間有我哋3個嗰啲詩集㗎，你哋係帶貨，係啊，即管買。不如好啊！大家會唔會有啲唔一定要問嘢嘅話，或者可能係有啲意見分享發表一下？呢本嗱，佢有你講嗱，市面上咧有2本，一本叫全集叫咗乜乜在河流上，嗰本咧我都有嘅。咁嗰個應該係張文武譯嘅，呢個扼土譯，因為扼土咧，我覺得佢譯得好過佢，因為咧佢譯咗咧，因為我俾過其中一首詩咧，阿張文武咧，佢譯個版本咧完全譯唔到嗰種味道。呢個扼土咧係譯得到嘅，我覺得咧。你就買呢本其實已經夠喎，因為佢本咧全部 James Wright 寫嘅詩咧，全部冚唪唥集埋一齊咧。其實咧，所有詩人都有個宿命嘅，可能佢真係唔係首詩都好嘅。一本詩集你攞到有3-4首，你好刻骨銘心，已經係你係好幸運㗎啦。咁樣咯。我有個觀察咧，就係呢首詩入邊嗰65個美分啊。即係我估計咧，應該係稅錢嚟嘅喎。
唔知點解。咁佢冇錢啊嘛，但係佢散錢唔係一個 coin，可能係加兩三個 coin。嘅加埋，可能個貓嗰個係加一次夾啊，定係逐個夾啊，定係有啲咩意思咧？一紮散紙俾佢嘅啫。嗰個鐵鈎勾唔起喎，其實有夾㗎鐵鈎，你當佢另一隻手擺落去咁樣咯。係有夾㗎，係咯，有夾嘅，唔係鐵鈎船長嗰啲啊。應該唔係啫，應該唔係鐵鈎，係另外夾咁樣咯。即係你唔係單純一個 coin 嗰個。應該唔係單純嘅。或者其他人啊 ，Lester 已經其他人啊都可以講下嘢啊，係啊。如果睇翻譯咧，我都會建議各位可以比較下唔同嘅版本，因為都幾有趣嘅。即係我都好興，如果睇啲翻譯嘅書咧，你唔好淨係睇完一本就收工。即係你可以同一個唔同嘅譯者咧，你會睇到佢嘅唔同嘅譯法，跟住就你可以有個比較咯。即係有好多時我發現就係早期真係唔知啦，睇完一本大當食嘅，跟住後嚟再睇第二本，已經完全第二樣睇。即係我覺得如果各位有興趣睇多啲外國本地譯英外國詩，即係譯法譯詩咧，各位可以考慮下，即係比較多啲唔同嘅譯咯。咁變咗你會有啲即係點樣講咧？你會睇到個分別咧，從個分別咧。去睇到嗰個重點啊，即係你會留意到有啲重點咧，可能翻譯 A 君個翻譯唔到 ，B 君就譯得到出嚟，跟住你比較翻譯，點解兩個有唔同咧？你透過唔同咧，你會有啲吸引，即係你平時自己寫或者自己睇，你可能會忽略咗你透過翻譯咧，佢嗰個重點喺邊度咧？咁你可以留意到，先注意到究竟個分別。同埋我會覺得即係當然呢個係要犧牲多啲荷包裏邊嘅錢啦。就會買埋原文，即係 suppose 係英文嘅話啦嚇，或者英譯啦嚇，英譯係譬如歐洲其他譬如嗰啲德國里爾克嗰啲，佢英譯嘅話，佢有近過你由德文去中文嗰個距離嘅。咁講翻呢個 case 啦 ，goddamn code 呢樣嘢，我覺得睇埋原文係會對照翻會好啲嘅。係啊，即係佢嗰啲好多好口語化咧，真係睇原文你會有個感覺會強烈啲嘅。我自己對翻譯嘅睇法咧，我覺得係翻譯咧幫你寫詩係好多嘅，因為我都之前都翻咗好多嘅西方作家，譯咗兩本啦，即係呢個威廉斯同埋 Sandberg 啦嚇。譯嘅時候咧，我係對照不同版本，又對照原文咧，因為咧西方嗰種嘅語句嗰種斷句分行咧，同即係中文寫法唔同，尤其是麥溫啊 Mervyn 嗰種嘅，佢係不加標點嘅，英文好多 clause 嗰啲子句，佢一連落去睇英文咧，你唔會覺得係好難睇，因為佢一個語法問題好清楚嘅，因為英文文法咧係令到呢個好清晰，但係變成中文時候就好扭舊，同埋翻譯嘅時候咧，英文個詞序係唔同於中文，你要將佢變成中文。譯出嚟咧，你要能夠 readable， 即係你可睇嘅，唔好話好定唔好先啦。你起碼讀得通順。所以我嗰時候咧，經過大量翻譯之後咧，你寫詩你改變咗，因為你吸收咗一啲外來嘅一啲好硬嘅，你預備成中文嘅時候咧，你唔係一啲雜性嘅寫法嚟嘅，因為你就翻個意思，就翻西方嘅重點，然後你係咪將個味道咧喺中文重現翻咧，或者盡量重現翻咧，你有時候會係文句嘅轉換啊、斷句嗰個方式啊，而令到變成中文成個過程之中咧，就我覺得學咗好多樣嘢。我覺得係翻譯對一個詩人咧就好大幫助。我所認識嘅好多詩人嘅楊牧都係啦，翻譯葉詞啦。雖然有人詬病阿楊牧點解葉詞譯成係楊牧的葉詞，即係好楊牧風嘅葉詞。你中意楊牧嘅詩就 OK， 你唔中意嘅話咁楊牧嘅叫係葉詞，葉詞唔係咁樣嘅喎，有咁嘅情況啦。同埋我覺得翻譯有一個情況咧，就係話詩人嘅翻譯係好啲嘅。學者翻譯咧，我覺得基本上係比較受次要啲，因為佢唔敏感，佢可能譯得好準確，但係唔敏感於詩行啲字裏行間嘅變化同埋細微之處，同埋咧係睇譯文咧，譯筆咧有先入為主嘅。新波斯加個睇下陳黎，你睇第二個咧唔習慣，唔知點解嚇？你梗係覺得唔習慣，雖然陳黎未必準確，嗱呢個所以唔係準唔準確嘅問題。陳黎係可以唔準確，但係佢譯得好其他啲人。
同埋咧先入為主。我睇呢個西方嗰個德國嗰個邊個嗰個死亡副駕嗰個策蘭。策蘭係啊，我睇策蘭咧，後尾筆到本書嘅，咪一日比較佢自己譯筆同埋另一個譯筆嘅。玫瑰佢彈好多人嘅瑞虎識德文噶嘛，筆都唔識德文噶嘛，但係佢彈到瑞虎一文不值嘅。即係話譯得唔好嘅，我嚟啦咁樣譯嘅，即係你比較係咪我好啲啊咁樣啊？即係阿北島就係咁嘅。但我睇完之後咧，兩個版本我都唔中意啊！即係我覺得瑞虎就準確啲，但北島咧啲文字佢係濃縮咗、精煉咗嘅，但唔一定好啦，唔一定噶嘛。其實死亡副駕唔一定噶嘛。我最中意嘅版本咧，反而係李灰賢嘅版本。最近係過咗身嘅李灰賢，台灣佢之前有一個德國現代詩選嘅，係好正嘅一本英文集嚟。嗰邊包括埋死亡副駕，包括埋其他嘅人。sorry 啊！嗱，你睇完之後咧，我睇死亡副駕，佢譯得係好好嘅喎，已經節奏各方面好。李灰賢係一個詩人咁樣。我睇完之後咧，睇其他啲譯筆咧係唔順眼，因為我覺得硬係唔同嘅嘛，即係譯筆有時會先入為主，同埋佢本德國現代詩選咧，係令到我對德國嗰啲詩咧係有一個好深刻嘅，因為佢入邊揀嘅詩人咧，全部最精華最好嘅，包括埋死亡副駕，包括埋其他嗰啲好出名嘅德國詩人，我亦都係好，但係佢咪準確咧？如果你用準確嚟去講咧，其實冇乜意思嘅，因為學者做晒嘅，最準確、最唔會遺漏任何嘢。但係詩有時唔係咁啊，變成第另一種文化時，你有得取捨嘅，同埋你去攞唔攞翻個詩質出嚟，你完全100%要好準確嘅話咧，往往個詩就犧牲咗。所以我唔知呃到未，因為呃到本身都係寫詩嘅，所以可能呢個都係一邊佢可能啲唔準確嘅，可能個謝文武準確，謝文武。張文武可能準確過佢。張文武都寫詩。但係如果你係咁樣係逐句用原文比較咧，咁啊，即係唔係一定用準確作為一個絕對標準，而係話你能唔能夠重現翻詩質，甚至你可以再創造，即係話你加，當然冇好似楊牧咁啊，加手到楊牧呢度咧，即係你可能有一種嘅取捨之中嘅創造或者詞序，根本就唔一樣啦，因為詞序可能已經唔同咗。但係反而正係一個再創造過程。同埋可唔可以喺你一個文化、一個文字入邊咧重現翻個精髓？呢個先係緊要。好，你先冇專家。係咯，咁大家仲有冇嘢問咧？如果係啦，或者分享。我有個問題，頭先想接續你頭先講解釋嗰個深度現象嗰度咧，你話有個有個短語叫詩歌內在性 （inwardness approach）。我即係今日咧，大家講幾樣都係同嗰個敘事有關。咁有啲時候讀詩或者寫詩都係啦，咁你都同自己嘅經驗掛鈎，咁去理解。我想問一問咧，你嗰個即係個詩歌嘅內在性，即係嵌喺嗰個詩歌語言嗰度啊，定還是掛喺我自己嘅作為讀者某啲經驗裏邊去挖出嚟嘅？即係兩者冇咩關係。我反而呢個 inwardness approach 係講翻個作者本身要寫詩嘅時候，去即係譬如處理一個意象嘅敘事嘅時候，其實你係究竟係即係就咁講翻出邊，即係大白天呢個世界裏邊一啲你見到嘅嘢啊，定係話其實嗰啲事喺你內在即係沉澱咗之後，你再審視翻嗰個意象嘅。即係成個畫面啊，咁樣咯，係咁好似講得好圓咁樣啊。其實呢樣嘢好似，但係其實就佢既講意象，但係又唔係一種外間世界，但係佢係外間世界嘅事物嚟嘅。佢都係着重翻我哋要呈現翻外間世界事物，但係一種同你自己個內在經驗有一個好即係心心相印嘅嗰個過程。之後係啦，咁嗰樣嘢就唔同。其實呢個咧係即係54之後咧，新詩發展到而家咧，都係有唔同派別都強調所謂嘅內在性咧，其實個名詞嘅問題啫，即係詩嘅含蓄嘅地方，就咁簡單啫嘛。就算你係口語，你都可以好含蓄嘅。你睇下韓東嗰啲詩，佢好口語嘅，好簡潔嘅。但係入邊咧，佢表達嘅意咧係非常之含蓄嘅，甚至乎你理解咗之後咧，非常之震撼，
於堅都係咁樣。你翻去睇下，應該香港就好難買到佢哋嘅詩嘅。你想去大陸嗰啲咧，嗰啲獨立書店啊，咩舊天堂啊嗰啲咧，我唔知你知唔知去邊度啊？舊天堂冇執到，我非常之清楚，飛地就執咗啦。OK，anyway 係啊。咁啊，你會咩可以係啊講一兩句啊？跟住因為差唔多都交翻個場啫，唔緊要啊，係啊。交翻場俾你啦，係喎，都係我執啊，變咗螞蟻咁樣。咁啊，咁啊，如果大家冇乜特別嘢，即係 share 嘅話，就我哋就呢個活動依家完啦，係啦。咁啊，之後可以睇下書或者傾下偈。係啊，如果你有興趣，即係可以買。係啦，係啊。我哋3個人嘅詩集，我就有一本嘅，佢哋就即係唔止一本嘅。大家可以幫襯下，支持下小店嘅生意，隨緣落咗。喂，仲有3分1支紅獎未舉完喎，有冇興趣舉埋佢啊？你一飲而盡嘅。我覺得都唔算超太耐，不過唔係超耐嘅，超幾個鐘頭啊。你同開鋪冇關係。